我叫邱业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，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离开是为了回来，有些离开是为了不再回来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还会遇见吗？我叫邱业明，是一名高3。啊，不对，现在是一名大1的学生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切就好像做了一场梦，只不过一觉醒来，好像什么都没变，但又好像变了些什么。好帅啊！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对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。你好，麻烦要一杯 cappuccino。好的。你好，这是你的卡布奇诺，还有提拉米苏。我没有点提拉米苏啊。像你这样的美女，难道没听说过点了卡布奇诺只有配上提拉米苏才最完美吗？既然点了卡布奇诺，怎么能不来一份提拉米苏呢？关键是，你知道提拉米苏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啊，带我走嘛。没错，只不过提拉米苏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哦，那就是勿忘我。这是关注这个公众号就有我的信息了。想喝卡布奇诺，随时来找我，提拉米苏随时为你准备。好啊。真没想到，思聪哥的油嘴滑舌也会传染给三根哥。和他相爱相杀的思聪哥，不知道交了房租没呢？傻根，要不你再尝？傻根，嘘，不要老是叫我傻根儿，叫我英文名。英文名哦，Three Guns 是吧？嘘 ，Andy。Andy 啊，臭不要脸的，改一个刘德华的名字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像人家那样斯文帅气，一大把女粉丝啊？哎呦，还穿上鞋子了。还是那对人字拖适合你。怎么了？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霸气吗？霸气霸气。我以后叫你安迪干好了。走。来，坐，坐。哎，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，我要在你这里包场。包场？
你要干嘛？不会是让你那房东撵出来无家可归，要到我这里来蹭吃蹭喝吧？哎，你说啥呢？哎，那个破地方我早就不租了。那种地方适合我郭思聪这种金融才俊待在那里吗？真是的，我是说真的，我要在你这里包场做一个理财宣讲会。这不科学吧？最近股市不是一直绿油油的吗？你自己没炒股破产，居然还教人理财？你说什么呀？啊，虽然说呢，现在全城炒股，个个都以为啊，只要动一动手指头就能财务自由，翻身做主人。但股票真的不是每个人都会玩的。自从我玩了那个游戏之后呢，我想通了，上天是不会随便掉馅饼下来的。所以呢，我决定了做一个家庭主妇欢乐理财平台，名字都想好了，叫38会。投入3块钱进去，可以拿走8块钱。郭思聪，你还是死性不改，又要去骗师奶的钱啊？骗你个头啊！那些师奶，炒股跟买菜似的，什么便宜就买什么。再烂的盘，以为多炒2次都可以摆上桌。要不呢，听到什么外围内幕消息，真是的，一窝蜂的往里面砸钱。我跟你说，太危险了，分分钟会被这个无形的资本市场弄得血本无归啊！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要怎么骗他们钱？啊，你这个人都说不是骗了啊！我决定呢，做一个家庭妇女闲置资金众筹股权投资平台。现在啊，其实很多初创公司啊都很有潜力的。我要做一个专业 VC， 说不定还可以投出一个独角兽。那你倒是说说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呢，去把这个股权投资专业学起来。踏踏实实的学习，造福一些师奶。你知道现在的物价不断上涨，闲置的资金会贬值的。唉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好好做你的咖啡先生吧，到时候也听听我的宣讲会，看我如何化身成为那些迷途羔羊的指路明灯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理财好不好，全凭技术高。什么股权投资 VC， 我现在还不懂，但思聪哥那么聪明，如果用在该用到的地方，肯定大有作为，虽然现在也不差。哎，我说傻根啊，安迪干，你应该拿点本钱出来，我来帮你理财啊！我跟你讲啊，随时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让你一天赚足你1个月的钱。我才不要！我现在这样很满足了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那些万恶的资本主义不适合我。那我说傻根，你真的是跟那个郑元宝是一块木头刻出来的，一点勇敢精神都没有。勤劳致富不是靠双手的，现在是用脑子的。对哦，郑元宝那小子现在混得怎么样？我说古神松啊，你赚了几个钱，眼睛就长在头上了，他不就在那儿吗？喂，思聪啊，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没死啊，在这里干啥？这么久没见，脑子没长记性，连说话的功能都退化了。你怎么了？肯定是见到你水土不服啊！不行，我要去洗手间，回来再收拾你。咦，郑元宝，这么有空在这喝咖啡呀？怎么被炒鱿鱼了？
还是你那家公司倒闭了？请问你是？怎么了？上次我那2个耳光把你扇傻了？我是 Connie 呀。啊，你的样子……只是微微做了一下调整了，这就认不出我了？这还叫微调整？根本就是换脸嘛！你说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我说我已经辞职了。我该说你什么好呀？人长得帅又有什么用？连一个普通的上班族都当不好，哪像我老公啊？你结婚啦？恭喜你哦！我老公虽然长得比你差那么一丢丢，但好歹人家荷包够厚，跟着他，我不愁吃不愁穿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老公没兴趣，我约了我女朋友。啊，你有女朋友了？是哪个够瞎的能够看上你呀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这是我的男朋友元宝啊，这是我的龟，还说自己不要二手货，哼！哎，呸！哎，哦，原来你就是Connie之前整天提起的好帅好穷的大鼻子呀。原来你们认识啊？凌晨我……没事儿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他找到他想要的，我选择我想要的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我们美丽大方的凌晨姐吗？哎，你们的手，哇，你们俩来真的啊！哎，还是这个包啊！没想到我们那个游戏还是挺好的嘛，居然把你们俩凑成一对儿。喂，看来你们俩才是最大的赢家啊！啊？哎，这就是你的问题了。谁叫你当时走宝了呢？哎呦呦，我的凌晨姐，最近状态还蛮不错的嘛，不会又进厂维修了一下吧？啊？哎，我已经不用靠那些虚的了，好吗？哦。我就是一个大写的实力派花瓶。啊，我倒要听听我们的凌晨姐有什么发展大计，记得要带上我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最近啊有一个导演，他看新闻知道了我们之前参加《疯狂刺客》游戏的事儿，说想把它拍成电视剧，还说想找我当女主角。哦，那不错啊，可以找我当男主角。人家也是要看颜值的好吗？凌晨，喂，你看我行吗？你就别闹了。你呀，才刚刚创立公司，还有啊，现在这个阶段，你要专心工作，是吧？我们公司已经是 A 轮了，我们新西方推出的在线教育已经是风口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，为了我们的幸福。哎，来了。啊，哎呦，那，你来的真是太及时了，安迪干。我又闻到一股恋爱的酸臭味了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你现在大富大贵了，赶紧找个妹妹吧。这事不着急，我要做钻石王老五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还真是巧了，我们4个都在这儿了，感觉好像少了一个人。那个秋叶什么秋什么明什么秋明？秋叶明。哦，对了，就是他，那个小孩也应该考上大学了吧？考大学，
我早已经在梦寐以求的大学上课了，好吗？这里的新生活真的让我充满期待。愤怒节，怎么样，邱月明？没想到我们考上同一所大学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考哪里，我们就考哪里。对呀，告诉你，我们已经升级了，现在是妓院三枝花。哦，妓院三枝花，哈哈。想什么呢？是继续教育学院，好吗？去。询问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麻烦借过，我还赶着去上课。我再说一遍，麻烦让开。还有，脸那么大，就不要把头发抓起来。还有你，头发染成这种颜色，你不觉得很多吗？哼！喂，你这小子今天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给我上！先要是苏楚兮，威风无血；朱雀是灰灰兮，阿黄。女孩子要注意自己的仪态。光天化日，大庭广众之下如此。邱月明，你别以为你老两句古诗就是从古代传承回来的。今天我不撕烂你的书，你是不知道痛的是吧？愤怒姐，你是不是又想说你妈是上市公司主席，你陪我玩已经是很多面子了？谢谢，以后不用再给我名字。想陪我玩的人一大把，咦，回家洗洗睡吧。哎，对了，以后要是混不下去的话，找我，我养你哦。凌晨姐，把金刚车呢？又来。 널 데려가 지금 이 순간에 새빨간 저 하늘이 춤출 때 돌고 돌아 너와 나 이곳은 발라 찬양하라 떠올려 퍼지게 We go hard boy 신번 밤새 달려 죽지 법 이 노래는 거지처럼 신이 나 불러라 신청 겁이며 소리 눈마송의 멜로디 먼저기 결국 사방팔방 어방가 사뿐나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我们天各一方。 互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失不忘。
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，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